过年特别到啊，讲到这较细粒的柑仔蜜是真着实，而且红拍拍真喜气，是真着实的这个水果。不过嘉义地区呢，这阵啊，因为这日时含温度的温度呢是差15度以上，农民讲今年这关键温造成柑仔蜜较高闭开的情形，是比去年搁较严重。虽然讲即摆的市场需求真大，但是这柑仔蜜的产量无介济，今年柑仔蜜的价销呢是比去年起要5成。农民伫温室内底挽一粒一粒的柑仔蜜，两个桶仔当中，一个是会当交货的柑仔蜜，另外一个内底拢是闭开的柑仔蜜。农民认为是天气的影响，日时暗时的温度差伤济，才致使柑仔蜜有闭开的状况。落入这品种吼，皮有较薄啦，因为咱消费者就介这品种所以伫迄种烧热变化较大的话，真正有比较济啦。过其实这那个会使接受的范围内底啦。番茄的植株对于温度跟水分剧烈的变化，那尤其我们这边种的小果番茄是玉女品种，它的皮比较薄，那就容易产生裂果的情形。红色的柑仔蜜是旧年过年大家较爱买的水果，农民讲受到天气的影响，过年前会当收成的量其实无济，亲像大麦即卖的价销嘛比人去敲电话来买配送到厝的搁较悬，所以目前交的柑仔蜜都是以果菜市场为主。进前咱产区也有两个风台影响到规个番茄产量嘛，甲即摆个闭水严重，所以目前这小番茄的市是欠袂足严重，所以今年价销比去年加起少5成。即摆批发价格一公斤超是300块的时阵，我去年才卖250的栽培的价尔，你就要来去做。嘉义县是种柑仔蜜上济的产区，农民表示柑仔蜜的价销要降落来，可能要等到旧年过年了后，买的需求无遐尔啊济啊，价销才会豆豆稳定落来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